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詠春真相。今日咧係第一集，同大家講下咧詠春以弱勝強嘅秘密。咁咧網上其實有好多自稱詠春師傅嘅影片啦，咁入邊都有好多嘅詠春嘅手法。咁一般人其實都唔知道邊個啱邊個錯，所以我哋就設立呢個詠春真相嘅影片咧，用簡單易明嘅方法教大家詠春背後嘅原理，從而咧令大家知道點樣識分對錯。其實詠春咧最初係為女士而度身訂造，適合女性而去學習嘅。咁佢目的咧就係以弱勝強，以柔制剛，因為一般嘅女性咧都係比較細粒，而且咧冇男士咁好。其實詠春每個動作咧都係基於以下呢幾個方向。第一個就係以柔制剛，佢唔係硬碰硬嘅，而係咧以力借力，引導對方嘅力量咧去幫助自己完成目標。第二個係保護為先，攻守同步。咁咧攻擊嘅時候咧，唔係一定要一擊即倒，一下咧就去擊倒對方，而係咧出手嘅時候咧，一定要保護到自己，免受傷害。咁唯有企得翻喺度嘅，先至係贏嘅。第三，三角力嘅結構，詠春係好善用人體工學嘅結構。詠春好多動作咧都講求三角形，亦都係最穩定嘅結構為基礎嘅。咁咧以上呢三樣咧就係詠春嘅好基本嘅概念。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度學到咧點樣去分辨詠春，點樣可以發揮咧最好嘅詠春。攻克己身叫身服，我係澳洲功夫坊嘅宗旨。Hello， 我係師傅 Miles， 葉問係詠春嘅第4代傳人，超過15年咧喺香港同澳洲教授小童及成人嘅詠春經驗，從醫學角度咧帶你去了解更加多詠春拳背後嘅理論同知識。Follow 我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啲詠春知識。拜拜。